當主耶穌斷氣嘅嗰一刻，福音書話俾我哋聽，有一件事情係同時發生嘅。馬太、馬可、路加福音都記載咗呢一個異象。呢啲並唔係一啲零碎嘅細節，而係讓我哋看見主耶穌死亡嘅意義。馬太係咁樣記載嘅，佢話耶穌又大喊一聲，氣就斷了。忽然，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震動，磐石崩裂。喺啲異象之中，有一件最核心嘅，就係呢個聖殿嘅幔子裂開。呢個唔係一個巧合。幔子嘅裂開，正正揭示咗十字架嘅意義。因為呢一刻，三件事情同時成就咗：上帝嘅心被顯明，通往上帝嘅路被打開，超越死亡嘅盼望被確立。所以如果我哋要明白十字架上面發生嘅事情，我哋必須也要明白呢個幔子嘅原因。因為從前隱藏嘅，如今已經被打開。要明白呢段經文中嘅幔子嘅意思，我哋要首先明白佢嘅功能，佢係乜嘢嚟㗎？佢係用嚟做乜嘢？以及對上帝嘅指紋，呢個幔子係乜嘢嘅意思？呢幅聖殿掛喺聖殿牆上面嘅幔子，唔係一塊普通嘅布，而係一個好宏大、好厚、好重、好莊嚴、高高掛喺聖殿之中。佢掛喺最神聖嘅地方，就係把呢個聖所同埋至聖所分隔開。至聖所就係上帝同在嘅地方，係整個聖殿最神聖嘅所在。幔子嘅作用非常清楚，畫出一條界線，把凡俗嘅同埋聖潔嘅要分開。阻隔人進入上帝嘅面前。佢既是係一道阻隔一埲隔離，亦都係一個記號，阻隔人唔能夠進入，也象徵上帝被隱藏喺裏面。只有大祭司可以先入到呢個至聖所，而只係1年嘅一次，並且唔係隨便嘅進入去，而係帶着救贖嘅血，戰戰兢兢咁去進入去。於是1年嘅1年，呢幅幔子就係咁掛喺呢個殿嘅牆上邊，宣告咗一個不變嘅事實：上帝係聖潔嘅，而我哋與佢之間係有距離嘅。當耶穌斷氣嘅時候，喺嗰一刻，呢個幔子歷世歷代以來都係好沉重、好神聖嘅，唔可以觸碰到嘅，就在喺一瞬間裏邊，佢就撕裂開。而喺我哋人嘅深處，我哋一直都有一個問題：至聖所裏邊到底係啲乜嘢嘢嚟嘅咧？耶和華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上帝？佢係咪好遙遠嘅？係咪好冷漠嘅？佢會唔會理會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嘅咧？其實呢啲問題直到今日，我哋仍然都係在問嘅。或者呢刻我哋心裏邊都會問：上帝關唔關心我哋噶？佢有冇聽我哋嘅禱告？當我哋受傷跌倒，當我哋患病嘅時候，佢知唔知道？看唔看見噶？當我哋失敗嘅時候，當我哋犯罪嘅時候，佢會唔會赦免我哋？我哋仲能夠有盼望嗎？而且受難日嘅信息就係我哋唔需要再去猜測，因為當耶穌死嘅時候，幔子裂開，而且從上到下嘅裂開，即係話唔係由人手可以由下邊撕裂去上邊嘅，呢一個係上帝親自
親自由上往下臨到我哋當中。當一切嘅嘲笑、拒絕、鞭打、痛苦走進盡頭嘅時候，上帝嘅回應就係呢個幔子裂開。呢個代表乜嘢呢？呢個代表上帝唔再係隱藏㗎，隱藏嘅時代已經結束，上帝正在顯明佢嘅心。從前上帝曾藉着先知說話，藉着耶穌嘅教導說話，現在佢唔只係說話，喺佢嘅行動裏邊，正如聖經所說，唯有在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呢個唔係只係一句說話，一個言語，而係一個已經透過耶穌基督完成咗嘅行動。係上帝親自話：我就係一個咁樣嘅上帝，愛你哋嘅上帝。當幔子裂開嘅時候，光開始慢慢照入去嚟嘅時候，我哋見到啲乜嘢嘢呢？我哋看見嘅唔係一個遙遠嘅上帝，唔係一個冷漠嘅上帝，而一位愛我哋，一位願意付出，一位進入我哋嘅痛苦裏邊嘅，一位為我哋擔當罪嘅上帝。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上帝係一個點樣嘅上帝，唔係從你哋嘅恐懼開始，要係從十字架開始。因為喺十字架上邊，幔子裂開咗，上帝嘅心被完全嘅顯明。所以我哋見到嘅就係上帝顯明佢嘅心，就係對我哋嘅愛。喺呢個幔子裂開嘅時候，我哋更加睇到多一樣嘢。佢唔單止係顯明上帝嘅心意，亦都係打開咗一樣嘢。喺呢一刻之前，整個聖殿嘅設計都係傳遞一個信息嘅：人係唔可以靠近上帝嘅。從外院到內院，從百姓到祭司，從祭司到大祭司，最後都係去到幔子嘅本身，一步一步嘅把人隔在外面。信仰變成咗一個隔着距離嘅事啊！我哋唔可以親身，而係透過別人，唔係好直接嘅，而係隔着距離嘅，唔能夠親自嚟到上帝面前，總係需要別人替我哋進入去。最終只有一個人一年一次，先至能夠入到呢個至聖所裏邊。而嗰個渴望上帝嘅普通人，我哋仍然係站在喺外邊。但係受難日嚟到嘅時候，當耶穌死亡嘅時候來臨嘅時候，幔子裂開，喺嗰一刻，一切都已經被改變，阻隔被除去，通往上帝嘅道路被打開。希伯來書第10章19節咁講：所以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我哋唔再係喺恐慌，唔再係一個有個距離，而係能夠坦然無懼對懷着信心嘅去嚟到主前。我哋再唔係企喺外面，再唔係需要等別人代替我哋進入去見上帝。路已經打開咗俾我哋，但係問題係，有時今日我哋都仍然嘗試把呢一幅撕裂咗個幔子補翻佢，掛緊喺塊牆上邊，把上帝已經拆毀嘅重新再建立過。好多時候我哋可能自己都冇察覺到嘅，我哋會因為我哋嘅驕傲，以為自己比較屬靈，比較懂聖經，比較返教會時間長，比別人更加配去親近上帝。我哋會把信仰變成一個冇恩典嘅宗教，只剩落嚟一啲嘅規條、表現、外表，而失去咗同上帝真實嘅關係。我哋亦都會不知不覺中形成咗一種屬靈嘅一種階級，
好似有啲人先至可以能夠更加靠近上帝嘅，有啲人卻只係留著喺外邊。甚至有時候我哋都會想，等我改好咗自己啲先啦，等我變得更加好啲先啦，我先嚟到上帝面前。呢個就正正係把幔子重新再補翻掛翻喺牆上邊。因為福音冇講過你哋要先做好自己，潔淨咗自己，然後再嚟到我度。福音係話你先嚟，上帝會潔淨你，會改變你。所以我哋必須清楚聽見呢一點，就係上帝已經打開咗，沒有人可以再關上。上帝已經撕裂咗呢一埲嘅幔子，我哋唔需要再補翻呢份幔子掛翻喺上邊。而耶穌親自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佢唔係淨係指向一條路，佢話俾我聽，佢本身耶穌自己就係呢一條道路，唔係在於我哋嘅努力，我哋有幾能幹，而係在於佢一個人係佢嘅十字架上面成就嘅。所以我哋唔需要再企喺好遠嘅地方，唔需要再企喺出邊，唔需要再重建翻基督已經拆毀嘅牆。讓我哋帶着謙卑感恩同埋對佢嘅恩典嘅信心，就係呢條主已經為我哋打開嘅路上邊。十字架係呼喚緊我哋要來到佢面前，好似頭先唱嗰首詩歌咁樣。撕裂嘅幔子喺度宣告緊，路已經打開咗俾我哋。十字架唔單止係顯明咗光，更為我哋打開一條新嘅道路。第三點就係呢個撕裂嘅幔子，唔單止顯明上帝，唔單止打開咗一條道路，更加改變咗我哋面對死亡嘅方式。對好多人嚟講，死亡仍然係一個好沉重喺我哋生命裏面一個好大嘅陰影，好似一個敵人，一個奪掠者，一個賊咁樣攞走咗一啲我哋生命中好寶貴嘅嘢，而從不歸還嘅。或者我哋都經歷過失去我哋痛愛嘅人，我哋都面對過死亡，呢一種嘅非常沉重嘅心靈，令到我哋呢個種失去嘅痛，心裏邊嘅掙扎，甚至可能未能夠釋懷嘅呢個傷口，對我哋嚟講，死亡唔係一個好抽象嘅觀念啊，而係一個非常沉重個人嘅事情。但受難日嚟到，話俾我哋聽，講緊一啲唔同嘅嘢。當耶穌基督死嘅時候，佢唔係只係經歷死亡，佢穿過嗰度隔絕人同上帝嘅幔子。幔子原本就象徵通去至聖所嘅界線，人係唔能夠入去裏邊嘅。而穿過幔子就係進入一個別人唔能夠進入嘅領域。同樣，耶穌進入死亡，一個冇人能夠逃避嘅終極嘅界線，並且穿越咗佢。耶穌冇停留喺死亡嗰度，佢從另外一邊復活嘅走出嚟，成為我哋嘅先鋒，為我哋開出一條從死亡進入生命嘅路。佢向我哋顯明，死亡唔係一道牆，而係一條通道；唔係一個終點，而係一道門。喺我哋睇唔到嘅地方嘅時候，榮耀係正在等待。所以使徒保羅可以咁講，佢話：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然後佢話：難道是死嗎？好似話佢已經知道死亡唔再有最後嘅權柄，事情已經改變咗，因為十字架，死亡唔再係我哋嘅終結，恐懼亦被打破，死亡已經失去佢嘅權柄。我哋亦都喺歷世歷代嘅信靠耶穌嘅人嘅信徒上邊睇到呢一份真正嘅盼望。美國嘅著名嘅佈道家穆迪啊 Moody，
佢就死之前，佢話有一日你會喺報紙度讀到我咧，知道咧我已經係死咗啦。但係你哋千祈唔好相信，我會比而家活得更加嘅精彩。18世紀嘅英國復興運動領袖衛斯理 John Wesley， 佢臨死之前講過呢一句，佢話最美麗嘅就係上帝與我現在同在。點解呢啲信徒能夠以一份咁大嘅信心面對死亡嘅時候，仍然唔放棄唔氣餒？呢度我哋都要需要好 sensitive 好體貼咁樣講，因為咧唔係每一個人都能夠感受到我先所講呢啲眾信前人所經歷嗰種嘅平安。有啲人仍然喺呢個死亡嘅苦痛中，仍然係掙扎緊，仍然係問緊為什麼。有啲傷痛係唔可以即刻嘅去瓦解嘅，佢係會停留喺我哋生命上面，會反覆嘅會走翻出嚟嘅。所以我哋唔係急着俾一個答案大家，而係我哋要催促人離開一個哀傷嘅領域。我哋帶着嘅係基督，一位被釘喺十字架上邊嘅主，佢進入過死亡，佢明白痛苦。佢親自經歷過最黑暗嘅，聖經話佢能夠使灰燼變為華冠，喺以賽亞書裏邊。呢個唔代表咗痛苦會立刻消失，而係表示咗唔係表示痛苦立刻消失，亦都唔係表示失去會被抹去。灰燼仍然係真實嘅，係灰燼，但基督就喺灰燼之中與我哋相遇。佢唔係好遙遠嘅，佢走近到嚟我哋度，喺佢嘅時間、佢嘅安排、佢嘅方式裏邊，破碎喺我哋嘅破碎中帶出生命，喺絕望中帶出盼望，喺我哋嘅軟弱中帶出力量，並且俾咗我哋一個確據：悲傷唔再係我哋嘅結果，死亡已經被勝利吞滅。所以我哋要提醒自己，我哋要轉向十字架，轉向佢，唔係逃避痛苦，而喺痛苦之中繼續仰望佢。因為幔子已經係裂開，死亡唔再係終點。完結嘅時候，我要提大家，十字架唔係一啲我哋能夠用說話去解釋嘅，也未必我哋可以完全明白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邊所做嘅一切。呢個發生喺各他嘅一切嘅，我哋未必能夠完全能夠睇得清楚、完全嘅明白。但係我哋知道一件事情，十字架唔係讓人去，淨係讓人去理解，而係要讓人去親身遇見，要嚟到十字架面前。因為十字架上真係發生咗一件事，一個好嘅牧羊人真係揾翻佢嘅羊。重擔係可以卸下，關上嘅門已經打開，所以問題唔係再問我哋願唔完全明白嘅呢？我哋應該問嘅，我哋願唔願意來到十字架面前？我哋有一首歌，以前有首歌都成日唱嘅，當我主受難，你是否在場？Were you there when we crucified my Lord？ 呢個唔係一個關於歷史，呢個係關乎我哋嘅心。你哋有冇嚟到十字架面前？你哋有冇看見基督為你所成就嘅？因為嗰一天幔子係裂開咗，阻隔被除去，路已經打開。呢個邀請係真實嘅，所以我哋要來，唔好再企喺遠處，也唔好停留喺外邊。我哋要照着我哋嘅本相最真實、最冇修飾嘅，就好似琴晚弟兄姊妹作見證咁樣，冇人話我已經明白晒啦，我清楚知道晒啦，我做得好好啦，嚟接受耶穌基督。佢哋都係照着自己嘅本相，並且喺嗰度自己嘅軟弱、罪性、疑問、痛苦當中遇見耶穌基督。
我哋唔需要再先整理好自己，因為十字架已經為你打開一條路。聖經話：我哋只管坦然無懼嚟到施恩寶座前。今日我哋呢個崇拜唔係以一個歡樂嘅氣氛去結束，亦都可能係一年之中最沉重、最肅穆嘅一個崇拜。冇一啲喜樂嘅詩歌，聖桌係空嘅，表示咗基督被剝奪一切，只剩下荊棘嘅冠冕，同埋呢個被穿透嘅雙手嘅釘。當崇拜結束嘅時候，冇一個退堂詩，只有一個沉默，燈光會被熄滅，只剩黑暗。但係喺呢個黑暗之中，我哋帶着呢個確據離開。幔子已經裂開，道路已經打開，因為呢一個黑夜唔係我哋嘅終結，因為幔子已經裂開，得勝必然來臨，死亡終必被吞滅。阿門。